什么？哦，对，那个，因为他们看起来一副就是为了神秘小礼物而来的。对，好像没有多少人是为了蓝心。那个等一下就是结束的时候哦，然后我们会，如果你们身上有带那个关于16，比如说本身16岁可以吗？可以，或是曾经16岁的。每个人都有。不是你有16根假睫毛？假睫苗，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假睫苗。或是你已经打了第16剂疫苗。哇塞，直接送5个。才16剂了吧？如果他是被感染几次？如果有16个女朋友可以吗？都要带的，不要看，而且你要记得他的名字。小花。老一嘛，老16。不是曾经分手16次的，被甩哦。甩别人不算。哇塞，这个。真的有人，真的有人带跟16有关的东西吗？有吗？你们知道这是？你是带什么？哦，直接问你，你是带什么？你是带什么？体脂肪16，太可怕了吧！这个假，体脂肪16，喂喂。好，还没讲完。二头肌16公分。我算，从哪里算？你有来哦？快点让团长讲完。抱歉。就是如果你有带那个跟16有关的物品哈，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神秘小礼物，是一个那个手编的环。然后这个环我们那里要来讲一下这个环是什么概念。什么概念？什么概念？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怎么讲？阿美族很擅长那个藤编、竹编以前我们阿美族很久以前有那个陶瓮，然后因为在煮东西之后会很烫嘛，所以就你们后面是这样然后以前也不能老是用叶子因为对它也是生物嘛，然后他们就用藤编把那个锅编那个就是现在的那个编法，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对，然后这样拿起来才不会烫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衍生出来，就衍生到后面，大家就拿来做艺术创作，然后就给它编得很漂亮，这样就有的人就给它拿来做阿美族的戒指这样子。对，我曾经有戴过对，像我现在手上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形状，对，对，只是他把它刺在身上。还要说的是它的那个对，戒指是用刺的，对然后。这个是吉肉，他为了这个16周年特别，没有啦，自己一个人，对，蓝心为我们有帮忙出，对他自己一个人找了很多人来弄，听起来很像是自己一个人弄的，没有呢，他找很多人来弄，童工做很久，然后他自己做很久了，然后我们给他拍手一下，对为了你的演出，头发都越来越少了，发头太冷，所以跟那个时候。好像远远看有没有像冯迪所？没有，没有吗？对我们这个乐团最帅的团长，这样介绍可以吗？你到底要讲什么？没有讲完了。你要拿那个东西给他们看，他们才知道。我在空讲，结束就这样多一人。对了，就结束，也就一个人刚就一个人举手。只要全部的人都看他呢？对，马上收起你为什么有头环？我戴16根手毛。因为我会比16。什么？哇，这个太难了。等一下我们会去鉴定了哦。我们会去鉴定，首先第一关是团长会鉴定。你蛮宽松的吧？这个鉴定。是对了，你是16根头发是？不是等下就知道。等下就知道神秘的神秘奖。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喝吧。